豁达的眼神，任崇拜距离来到我，牵动我思量或前进，以柔和声腔或抛开限制，天大地大国大精神，在世事现实中，爱与不爱都很难，像依然那么深的一条路的尽头，是一个人看不透世上的真，你还是这样天真。向开进微亮一而生，动静间有幸运入睡，最一个豁达的眼神，任崇拜距离来到我，牵动我思量或前进，以柔和声腔后发看限制，天大地大国大精神，在世事相会中，是生是宝藏珍重，但是手唯懂所向无敌真一手，随心行动，心底我是这样的人。唔同你打，小温博生，我哋仲未分勝負，認真啲好冇？
呢啲係咩拳？太極。太極，我從來都冇聽過呢門功夫嘅。梗係冇聽過啦，我創嘅，冇幾耐啫嘛。冇幾耐，一門功夫多則10年8載，短則3年，先會有啲成就。你創立冇耐，冇可能嘅。呢啲就係太極拳嘅好處，一學就識噶啦。我班徒弟仔個個都曉噶，要唔要睇下？冇當弟子。係。師傅，耍兩手太極拳，俾阿蕭前輩指教下。係。小朋友想唔想學啊？動作簡單，強身健體，一學就曉，一齊練啦，好唔好啊？好。我就係俾呢種拳所打敗嘅。你想唔想學？想學我可以教埋你。冇可能，冇可能！連一個細路仔都學得識嘅拳，竟然打得低我，冇可能，冇可能啊！冇可能，冇可能，冇可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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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連細路仔學得識嘅武功都打低我，冇可能啊！冇可能啊！冇可能啊！點可能呢啲功夫都打低我啊？喂，師傅佢做咩啊？佢受刺激過度啦，點解啊？佢唔相信自己會被呢種大智若愚、大巧若拙嘅拳法所擊敗，再加上武林中人一直只會將上乘嘅武功當成秘密，只傳俾自己嘅入室弟子。佢萬萬估唔到，君寶居然咁大方，將太極拳傳俾所有人，咁代表以後所有嘅人都可以打敗佢。你諗下，逍遙王不可一世，點受得住呢一種打擊啊？佢轉牛角尖啫，太極拳易學難精，點會人人都贏到佢？如果佢諗得通，佢就唔係逍遙王啦。咁啊係。哎呀，我打咗咁耐交，我老婆會殺死我噶，我要走啦。呢個人唔怕老婆啦，佢就唔叫逆天行啦。好過你冇老婆啊！各位，我走先啦，後會有期。告辭，後會有期。再見，再見啦！逍遙王被將軍寶用太極拳打敗之後，受唔住呢種刺激，變成瘋子，從此喺江湖上銷聲匿跡。最後一次俾人發現嘅係喺黃山嘅小路上面，據講係要尋找武學秘笈。連逍遙王都俾我哋收拾埋，今次真係天下太平。天下太平？哼，有乜可能啊？依家朝廷仍然奸臣當道，河山仲係俾金人所佔領，凡係熱血男兒都應該以還我河山為己任，收復領土為重啊！冇錯，講得啱，我哋係應該商量下國家大事。從今以後，我哋武當派就扯頭纜，幫手對抗外敵入侵，好唔好啊？好！張真人，我有一事相求。講，我余連州一向獨來獨往，目空一切，但係自從遇見張真人之後，我就俾張真人嘅武功
德行所折服，所以我想拜張真人為師，拜師？請張真人成全。好啊，師傅，你就俾佢拜師啦。反正我哋武當派以後就可以多個幫手啦嘛。係啊，你要起新道觀，新道觀起好之後，我哋都需要人幫手噶嘛。冇錯啊，我哋武當派嘅規模會越嚟越宏大，得我哋幾個咧肯定會管唔掂噶。余連洲咧輸俾我哋讀得多，一定會有好多好嘅主意噶。做我徒弟冇覺好瞓，唔怕。做我徒弟冇啖好食噶喎，唔怕。做我徒弟冇錢好揾噶喎，唔怕。梗係佢想拜師定你哋想拜師啊？我哋都想拜個師弟啊嘛。仲唔叫師兄？師兄，師弟，師傅，你喊啊？唔係啊。哎，翠山同閃電呢？又去咗拍拖啊？哎呀，幫手啊，揾人嚟幫手啊！易前輩，哎呀，你幾時改行做運貨啊？梗係唔係啦，係我老婆啊，一定要我將呢啲嘢拎嚟俾你哋啊！前幾日我哋係打逍遙王，我就將佢放喺客棧，直到今日，喂，我先揾到張翠山過嚟幫手拎咋。想送啲咩好嘢嚟啊？都唔係啲咩特別好嘅嘢，佢最近呢突然莫名其妙迷上咗咩植物改良喎，佢花咗3日嘅時間種出一大堆，有咁大個薯仔，仲有芋頭，要我一定拎過嚟俾你哋食喎，拎到我死下咁啊！佢真係過分啊！佢唔過分，你過分啊！我過分咁都肯拎，你過分蠢啊！我係冇辦法咋。如果我唔拎咧，我耳仔會俾佢扭落嚟。喂，大家笑就算啦，你笑乜嘢啊？你就快同我一樣噶啦。喂，你做咩燒埋我徒弟嗰笪啊？唉，你自己話俾人聽啦。其實我同閃電就快成親啦。咁快？誒，你哋嘅心情我好了解嘅。有時結婚咧就係一時衝動，諗得太多咧反而會結唔成嘅。係啊，我成親之後咧唔會好似你咁怕老婆噶。講咩啊？你話係唔係啊？係咩？我嘅意思係話我哋會相敬如賓。咁就差唔多。見啦，我講得冇錯，大家都一樣啊。係啦，喂，擇咗日未啊？未擇嘅，不如過2日啦，就一齊可以順便慶祝埋武當派成立1週年啊嘛，好嘛？好啊！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誒，君寶，我見到你而家咁成功咧，我真係戥你開心。我功成身退，我要翻去啦。係嘛，次次都來匆匆去匆匆嘅。其實我都想留多一陣嘅，但係你知道噶啦。得閒嚟探下我啦。當然啦，我走之前有一句說話要講嘅，緣分咧係唔會等人嘅，有時候錯過咗，一生人唔會再有第2次嘅。搵個時間去搵思蓉佢翻嚟啦。好啦，各位，我要告辭先啦，後會有期。師兄啊！唉，又拎住條手巾仔喺度發吽哣啊！大師兄，多事啊！喂，你中意人咪同人哋講咯，以前我哋勸過你噶。多事啊！誒，大師兄啊，你真係奇怪啊！你本來唔係話放棄嘅咩？做咩又拎住手巾嚟想人哋啫？我知道因為咩事。首先咧，大師兄見到冰心姑娘同易大俠成咗親啦，又見到翠山同埋閃電兩個卿卿我，佢又諗起凌姑娘件事咯，係咪啊？喂，呢幾個加埋都成100歲噶啦，煩噶。大師兄啊，話唔係咁講啦，唔係我哋麻煩啊，我哋呢班師兄弟都係為你好嘅咋。你試諗下，喺人世間最痛苦嘅係乜嘢啊？
咩苦啊？相思之苦。唉，大師兄啊，機不可失，失不再來。我都唔知你哋幾個喺度講乜嘢。我哋講咩你唔使理啊，凌姑娘好快要走噶啦。佢走咗之後咧，你只可以拎住條手巾仔喺度發吽哣噶咋。唉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男歡女愛，卿卿我我，咁都係好平常嘅事嚟嘅啫。大師兄啊，你唔好再怕醜啦。喂，大師兄，加油啊！凌姑娘，凌姑娘，宋大哥，凌姑娘，咩事啊？你仲未同我道別啊？再見啊！你要去邊啊？我入皇谷揾冰心同埋小蝶姑娘學習醫術，然後我就翻藥爐幫人醫病。係咁，我可唔可以陪埋你一齊去啊？陪埋我去？點解啊？我可以照顧你啊！唔使啦，我又唔係3歲細路，唔使噶啦。唔使，我唔係咁嘅意思啊！咁你咩意思啊？因為我中意你。呢段時間，我一直喺度諗，如果你走咗，我一定會好唔開心。我喺度諗，我應該點樣做咧？凌姑娘，你俾我照顧你啊！你會唔會接受我啊？我知道我乜嘢都唔好，我個樣係生得醜，武功又低，而且腦筋又唔靈活。但係我係真心中意你嘅。多謝你啊！你咁樣對我，我真係好感動。咁其實你冇你所講嘅咁差噶，你係我所見過嘅人心地最好嘅。真係嘅？但係我而家冇辦法接受你啊！宋大哥，唔使講，我明白。宋大哥，我明噶啦，係我痴心妄想啫。宋大哥，你等一陣。我而家去藥王谷學醫，如果你等得嘅話，喺藥爐等我。凌姑娘，你會等嘛？會啊，我會等一生一世噶。你正話講嘅嘢係真嘅，抑或假噶？咩真定假啊？你話過要同我成親噶嘛？咁又點會係假啊？你唔覺得我哋嘅感情發展得太快啦咩？咁有咩所謂啫？快同慢有咩分別？如果要成親嘅話，都係遲早嘅事。但係你連我嘅真實姓名都唔知道喎。你唔係閃電咩？閃電係逍遙王幫我起嘅外號，我當然有真實姓名噶啦。我中意嘅係你嘅人，你叫咩名並唔重要，你叫閃電又好，太陽又好，行雷都好，我都咁中意你。你真係識氹人嘅啫。我氹你，希望你開心。咁你話我知你嘅真名係乜嘢啊？咁你想唔想知啊？你想唔想講啊？你想知我咪講。好，我唔同你鬥啦，你講啊。我姓甄。唔係叫蘇蘇啊嘛？你點會知噶？我就係叫蘇蘇。你知唔知啊？我細個嗰陣夢見一個女仔，佢叫蘇蘇，我仲同佢成親，原來就係你。呃人。真噶。我以前中意過一個女人。做咩啊？你做咩要講呢啲嘢俾我知啊？我喺佢嘅身上學識咗一件事，
我以前唔知道咩叫做愛，而家我知道點樣去愛人，點樣接受人哋嘅愛。我覺得我好幸福。得未啊？咪喐啊！就快得㗎啦！冇情情畫咩畫像真係。武當派都算係一個響當當嘅名嚟啊！以後留一張畫像俾後人景仰一下啊嘛！你師傅我都唔係沽名釣譽嘅人嚟啦，唔係沽名釣譽啊！唔好喐啊！唉，等後人以你做榜樣，唔好喐啊！就快得㗎啦！手畫得唔得㗎？喂喂喂！士別3日，刮目相看啊嘛！喺天絕爐裏面嗰陣，我成日練畫畫像嘅，點會唔掂啊？好快畫好㗎啦！快啲啦！我今晚要早啲瞓啊，聽朝一早起身啊！去邊啊？陰風嶺啊！搵秦姑娘咩啊？搵秦姑娘咯！咩話？搵秦姑娘啊！係啊，練武唔見你咁醒。咁我會唔會多一個師母㗎？實畫你有一片。好啦，畫好啦。唉，未畫好，未畫好啊！就係呢個表情啦，發姣啦！我要呢個表情。阿師傅，請問去陰風嶺行呢條路冇錯啊嘛？前面山路左轉一直走就係啦。好，唔該。咦，我見你哋庵堂今日啲鐘聲敲得咁密，有喜慶事咧？今日我哋呢度舉人剃度儀式啊。哦，唔該晒。蓉蓉，蓉蓉。朝朝暮暮的等待，可以领悟，说不出来。生生死死的伤害，可以感受，写不出来。天涯海角都分开，红尘男女为什么相爱？头发花白，随雪花飘下来，别来为我叹息。我的眼泪有它的经历，别以为我心里没有秘密。孤独不哭，不在乎，才不会为一个人粉身碎骨。没有爱，快乐凭自己哭。孤独不哭，不在乎，才不会为一个字完结不服。想得太清楚，反而迷路。我愿盲目。多多少少的容颜，什么时候想不起来？点点滴滴在心头，可以明白，写不出来。世
是非非分不开，红尘男女为什么要相爱？相思有海，随雪花飘下来，别来为我叹息，我的眼泪有它的经历，别以为我心里没有秘密。孤独不哭，不在乎，才不会为一个人粉身碎骨。没有爱，快乐替自己哭。孤独不哭，不在乎，才不会为一个字关节不服。想得太清楚，反而迷路，我越盲目。孤独不哭，不在乎，才不会为一个人粉身碎骨。没有爱，快乐替自己哭。孤独不哭，不在乎，才不会为一个人粉身碎骨。没有爱，快乐替自己哭。孤独不哭，不在乎，才不会为一个字万劫不复。想得太清楚，反而迷路，我越盲目。蓉蓉，施主，佛門清淨地，請你自重。冇走住，貧尼已經係出家之人，請唔好咁樣。係你咁做。貧尼罪孽深重，願以餘生之年念經誦佛，以贖罪過。點解你事前唔同我商量下？你知唔知你咁做好唔負責任？塵世間嘅事情已經同貧尼再冇關係。你咁做唔係贖罪，係逃避。阿彌陀佛。你可以出家，但係出家人係為咗修煉而出家，唔係為咗逃避而出家。你塵世間仲有好多事未了㗎。有啲事係冇得解決，亦冇辦法去解決。貧尼定力不足，無法在塵世參透佛理，所以嚟到呢度佛門清淨地靜修思過，求施主成全。望住我，望住我，望住我。真係唔再留戀世間上嘅一切。既已出家，就唔再留戀。連我都唔留戀。貧尼已經係出家人。唔怪我，
愛恨皆為虛幻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既然係空，又何必留戀？宋大哥，你一直喺我呢度，你師傅會唔會唔高興㗎？佢而家邊有時間唔高興啊？佢而家日頭要教人哋打太極拳，仲要行俠仗義，到咗夜晚又要寫書又要睇書，忙到不得了啊！咁你係佢嘅徒弟，仲唔快啲幫下佢？如果要我幫佢嘅話，我就幫唔到你噶啦。唔緊要㗎。你唔想我嚟啊？唔係。你咁講，只係希望我嚟啦。你真係希望我嚟啊？嗱，係你話噶，咁我以後日日都嚟搵你噶。請問呢度係咪有大夫？外國人？我係意大利人，嚟中土弘揚神嘅教誨。啊，呢啲嘢咧我都聽過啦。最近啊，有好多嘅外國蠻夷嚟到我哋嘅國土，搞啲乜嘢神，乜嘢鬼。唔係鬼，係神，係慈愛嘅神。你點解會講我哋啲話嘅？
我喺中途已經有成10年啦。哎，你頭先話要揾大夫係咪啊？我就係大夫啊。你就係？你邊度唔舒服啊？我全身都好唔舒服，可唔可以唔食嗰啲副藥啊？我好怕食你哋嘅藥。良藥苦口。唉，唔得嘅，我一食就嘔啊，結果一滴都食唔落。冇事噶，你等我睇下先啦。你係脾胃失調，冇胃口食嘢，而且好怕凍，啱唔啱？啱啊，咁點算？你唔想食苦藥係咪啊？我唔想食副藥啊。咁你怕唔怕痛啊？都頂得住下噶。咁我幫你試下用腳底按摩嘅方法啦。宋大哥，你可唔可以幫我一個忙啊？幫佢洗下腳啊！我幫佢洗腳。嗱，你要忍下喎。點樣啊？好舒服啊，大夫。哎呀，你嘅腳底按摩真犀利啊！教唔教得我啊？等我宣揚出去。冇問題。有問題？喂，你教識咗佢之後，以後冇人嚟求你噶啦。宋大哥啊，做大夫咧，首先要行醫濟世嘅精神，唔可以咁自私自利、唯利是圖噶。神父啊，你聽日再嚟，然後我教你認識一下腳底嘅穴位啊，好冇？好啊，好啊。喂，你唔使去傳你嗰個神嘅旨意咩？神要我嚟撞見你同大夫，咁亦都係佢嘅旨意啊。哇！今日係我哋峨眉派嘅開山大典，有請掌門。自從秦姑娘出咗家族尼姑之後，我傷心咗一排。後來諗通咗，中意一個人唔一定要同佢喺埋一齊。人世間嘅聚散，可能真係有命運嘅安排。諗下諗下，煩，自己仲做埋道士添，不修邊幅。啲人叫我做邋遢道士，我就唔係好中意呢個名。我唔係咁邋遢啫，我中意人哋叫我做張真人。能夠做一個真誠嘅人唔係容易嘅。後來我自己起咗個外號，叫做張三豐。三豐係我3個願望，希望秦姑娘生活過得豐足，我啲徒弟個個銀兩豐盈，普天下嘅人都有豐盛嘅生活。至於我幾個徒弟仔咧，唔錯啊。代岩練就一身武功，江湖上闖出名堂，都幾威㗎。余連洲讀書讀得最多啦，又有愛國熱誠，去咗參軍打仗，做咗救國英雄。至於遠橋同凌姑娘咧，梗係結咗婚啦。幾個師兄弟中，佢就最開心，可能佢嘅人係最鈍，最容易滿足啦。松溪本來資質最差噶啦，佢一直留喺我身邊學習太極，就學得幾好嘅。講到翠山，
翠珊係我咁多徒弟之中最聰明一個，武功又高，人又靚仔，老婆又省鏡，武林中又最出名，真係羨慕死師傅。除咗佢哋5個之外，我仲收咗2個入室弟子，一個叫莫星谷，一個叫甄妮婷，總共7個人。人哋叫佢哋做武當7俠，江湖上行俠仗義，警惡懲奸，總算冇丟師傅架。向太极微亮一而生，东境界有行云流水，追一个豁达的眼神。任空白距离来到过，牵动我思量过前进。以若口生巧，后发可先知，天大地大国大精神。在世事，在世事，生活中。生是法藏重重，但是生不为动，所向无敌真英雄，随心行动，心底我是这样的人。在虚虚，在世事，现实中，爱与不爱都很难，少一人那么深，每一条路的尽头，是一个人看不透世上的真。在虚实，在世事，生活中。是生是法藏重重，但是生不为动，所向无敌真英雄，随心行动，心底我是这样的人。在虚虚，在世事，现实中，爱与不爱都很难，少一人那么深，每一条路的尽头，是一个人看不透世上的真。你还是这样天真。張三豐死於明朝洪武17年，享年149歲。佢嘅事蹟都係由後人杜撰，冇史書記錄，難分真偽。唯一公認嘅係太極拳確實由張三豐所創，呢啲亦係佢留俾世人最豐富嘅遺產。朝朝暮暮的等待，可以領悟，說不出來。生生死死的傷害可以感受，寫不出來。天涯海角都分開，紅塵男女為什麼相愛？頭髮花白，隨雪花飄下來，別來為我嘆息，我的眼淚